日本传奇球星铃木一朗21日在隐退记者会上点名前队友陈伟英。陈伟英透过脸书以日文慎重回应我很好，并说曾经与神同队的2年就像做梦一样。美国职棒西雅图水手奥克兰加连2天在日本东京巨蛋打海外开幕战。焦点人物铃木一朗回到故乡比赛，赛后宣布退休，成了全世界棒球迷最关注的开季大事。中央社记者问铃木一朗对台湾球迷有什么话想说，他头一个点名的台湾选手就是陈伟英。圈进来可好，相隔半个地球。陈伟英今天投完春训热身赛，特地在脸书上用日文贴出对铃木一朗的回应。陈伟英说：“一朗前辈，我很好。”陈伟英说：“有2年的时间可以跟铃木一朗当队友，能够跟神一般存在的一朗同队，就像做梦，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尤其当时铃木一朗与陈伟英的置物柜相邻，更见识到前辈19年如一日的例行备战程序。”陈伟英说：“能够一起打球学到很多，也留下许多回忆，期待下一次再相聚。”铃木一朗45岁的这一年，身穿西雅图水手队球衣，在美国职棒大联盟的东京巨蛋海外开幕战当中宣布隐退，结束了他从日本职棒到美国职棒的28年球员生涯。33岁的陈伟英几年前受访时曾说 ，Ichiro Sang 在我国中时期就是很有名的选手，两人相差12岁，在2016年、2017年共同效力迈阿密马林鱼。陈伟英去年回顾这段经验，认为铃木一朗是很好的前辈，对亚洲选手来说就像神一般的存在。